占星之事是天地人三者合一的学问，如果不接地气，那学习的人怎么能够通达这门学问呢？所以珍妮佛越发有着时代性的任务，那就是把占星学给华人化，以珍妮佛善用普通话的口语表达，说出一套占星知识从入门到高阶，给跟珍妮佛有缘的两岸以及海外华人学子作为教学的目标，后末世用来嘉惠把珍妮佛以及珍妮佛教出来的优质学生们当前辈的学子们，作为研习的素材，让属于独特华人文化的占星学能够散发出东西方文化相遇的占星智慧之美。